문제에게你说句你喜欢吃的话的。那么今天是第4堂课。那么首先要问候在座的这个护主波卡仁波切、堪布仁波切，还有所有的堪布阿舍离，还有僧伽大众，问候大家身体健康，还有所有透过网络这个上课的所有的法友们，还有所有的藏族这个法友们大家好。那么首先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这个窥基大师这个出家的一些因缘。那么在这个宋高僧传当中有记载，他首先呢是不想要出家的，之后在玄奘大师的这个劝说之下，那么他提出了这个3个要求，然后才勉强这个愿意出家。那么之后据说，那么他还带着呢这个3大车装满着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前往这个寺院出家。那么至于说，那么这样一段故事，就是说称这个窥基大师是这个3车和尚，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那还有待进一步的考据。那么虽然后世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窥基大师会说称他为这个3车和尚，但是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还是值得进一步的考据的。所以我想今天第一个部分要先再讨论一下，确认一下到底3车和尚这个说法是否真实。那么在唐朝有一位僧人叫做僧祥，他是公元618年到618年左右的人。他呢大概是和窥基大师呢同一时代的人。那么他撰写了一部这个《法华传记》。那在这一部传记当中呢，他是有提到这个窥基大师，但是呢并没有提到这个3车和尚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用词。不仅如此，而且在其他这些唐朝的这些公认的一些文献当中呢，也都没有发现这样的说法。所以呢这样的说法其实都是到了在宋朝的文献，还有在之后的一些记载当中才出现了就是这样3车和尚的说法。所以这里就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了，就是在宋朝到窥基大师之间，就是这有在古代的这可以说200多年这样的时间当中我们知道古代这样的通信也好，还有在交通上也好，它都是非常困难，而且是有限的，
比如说要写一封信也好，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尤其呢，这期间还碰到了这个唐宋朝代的这样一个更迭，那当中也遇到很多的这些纷争吧，其中尤其也遇到了这个会昌的毁佛，就是或者叫会昌的法难。所以就有点像藏传佛教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琅达玛灭佛，同样在中国佛教当中呢，也有这样子会昌毁佛这样一段历史。所以总之，在这样子的朝代的更迭，或者说有这样毁佛的历史当中，所以很多的这些可以说佛教的文献也都在当时呢都遭到了这些销毁。所以真的窥基大师的所谓三车和尚这样的说法，其实是疑点是重重的，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证的。所以现代的一些学者们认为，其实呢窥基大师这样子的这个被称为叫三车和尚的说法怎么来的呢？是因为窥基大师呢，他前半生呢在教授这个《法华经》。那么当时呢，我们说中国佛教有一个宗派叫天台宗，那么他们很重视这个《法华经》，但是呢，由于窥基大师在解释《法华经》的时候，教授的时候，他的见解和这个天台宗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所以呢，一些天台宗的弟子们呢，就对他是不高兴的，所以呢，他们就借用了《法华经》当中三车的这个比喻，也就是一般说声闻、缘觉跟菩萨，这种叫说三乘用三车的比喻哦。也就是在经典当中，一般说羊车、鹿车还有牛车哦，用这样子的《法华经》中用这样子的三车的这样的比喻，分别比喻声闻对不起，分别比喻缘觉、声闻，还有这个菩萨乘，就是羊车、鹿车跟牛车，然后来比喻这样的三乘哦。这是《法华经》当中有这样子做过的比喻。总之呢，他们就借用了这样子的三车的比喻哦，来可以说嘲弄这个窥基大师。所以这是现代的一些学者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无论如何，我个人的认为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应该是要以唐代的这些文献，尤其呢是以窥基大师他自己的著作为主要的依据，不然呢是依照其他的那些文献，尤其是依照了更后代的那些著作为依据的话，那样是不行的。不然的话，这样就真的是冤枉，或者说是毁谤了这样的大师了。那这真的是一个罪过了。那么在唐代的这位僧人叫僧祥他的《法华传记》当中呢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这里面是怎么介绍这个窥基大师的呢？
以下我简单的讲说一下。这里就提到叫做释大乘机。释就是在中国佛教当中，僧人的姓氏呢都是姓这个释迦，这个姓释的，所以这里窥基大师呢他就姓释哦，叫释，姓释啊，他的名字叫大乘机。然后接着说他是玄奘的弟子。那么玄奘大师呢有徒弟有3000人，那么其中已经通达或者说了悟的就有70人。那么其中呢有几位是长老，那4位是这个长老，而其中这个窥基呢可以说是所有弟子当中是这个众人之首。那么在他的母亲怀他的时候，曾经呢做过一个梦，梦到佛陀，然后佛陀的手里拿着一个如意。如意就是常常我们看到在寺院当中，有的时候这个和尚手中会拿着的这个会拿着的这样的一个法器法物。有的时候是各种的这种材质做成的，总之有时候会拿着，手中会拿着的。总之呢，就梦到呢佛陀手里是拿着这样子的一个如意，然后就想要入胎，然后接着呢，他的母亲就怀孕了。我们之前在《宋高僧传》里面提到的这个传记有一点点不同哦。然后接着这里有写到，那么窥基大师刚出生的时候呢，就有天有祥云出现，然后接着窥基9岁出家。那这里所谓的出家，当然不是这种正式的出家哦。我想这里的出家应该指的就是他对于轮回升起了这种厌离有出离之心吧。然后总之他17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僧团，进入这个僧团。那因为这里是僧祥这位僧人写这个《法华传记》里面提到窥基大师嘛，所以接着他就写到说，所以在窥基大师传讲《法华经》的时候，他就晚上撰写这个《法华经》的注述，然后呢，白天就会讲解这部经书，然后就会出现各种的瑞相奇妙的瑞相出现。譬如就有人梦到，在这个窥基呢撰写这个鉴宝塔品，在窥基呢撰写这个鉴宝塔品的注述的时候呢，他就梦到说，这个在庄严佛土有遍满佛土的这个诸佛都来跟这个窥基法师来这个交谈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他的著作当中完全没有提到三车和尚这样的说法。另外，在上堂课我们也提到窥基大师自己所写的《成唯识论掌中书要》，这里面他也有叙述自己的一些情况。那
这里面简单来说，他提到我亏欠着自己，命运坎坷，然后9岁父母身亡。那然后接着呢，他从此向往居住这个向往这个山林之间。然后同时更常常希望能够出家。然后从小他就想要远离这种浮华的城市。然后到了17岁的时候，就想要落发为僧。然后之后奉诏成为这个门士，就是成为这个侍者吧，就是成为玄奘大师的这个侍者。就是就像是这个侍者吧，我想。所以他先是玄奘的弟子当中这个3000的弟子之一。那么后来呢，又成为了70名这个当中优秀弟子中的其中一名。那么之后呢，他又发愿，然后很精进的，然后因为他很精进跟努力，那么他也成就了善愿也就是继承了这个玄奘大师能够讲学，而且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也成为了这个就像之前讲到的，他成为这个易经院当中的一员。那么由于他秉性也不散漫，很精进，所以他参与了易经的团队，成为这个比寿他自己形容说他成为比寿，所以他就听闻了这部论，就是《成唯识论》，这是他自己写到的。所以从上面我们这里看到，这个从这位僧祥大师，这个和窥基大师同时代的，他的著作当中，就可以看到他是从小就想要远离尘世，想要出家的，也有这样子的顺缘的。就像上堂课也有提到，窥基大师他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大户人家，是将军的后代，而且由于他呢从小这个天资聪颖，而且善于这个写文章，所以其实如果他努力的话，那么其实就像中国古代来说的话，这个可以说叫做学而优则仕有这样子的一个道路。他本来呢是这样天资聪颖，而且善于文章，他就可以踏上这样一条这个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的，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他却没有选择这样一条路，却选择了出家。所以主要呢，我们现在回去看他让他出家的原因呢，大概有3个。其中第一个是他的伯父，受他伯父的影响，就是尉迟恭
或者说也称尉迟敬德，他是唐朝很著名的一位将军。那他是可以说武功盖世哦，而且这个深得当时唐太宗的信赖。那么他应该是这个少数民族，他是这个鲜卑族，应该是鲜卑族。所以虽然深得信赖哦，然后但是呢，他这个为人呢耿直又很暴躁，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很喜欢这个居功自傲的人。据说有一次，这个唐太宗在这个设宴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宴的时候吧，现在来说就是 party 国宴的时候，在招待这个群臣。那么这时候他因为这个他的座位吧，名位就是排在别人的下面，他就这个出言不逊，甚至呢，结果这个跟别人大打出手，几乎呢就要把别人这个眼睛都打瞎了。那么结果惹得这个太宗很不高兴，所以太宗就说：“他说，看来呢，这个汉高祖刘邦当时呢，所以当时，所以他就说，看来汉高祖刘邦呢谋杀这个韩信等等这个开国的功臣哦，过错呢不在汉高祖，而在大臣们自己。所以唐太宗就说了这样一段话。所以这段话其实就是讲给那个尉迟恭说的，就等于是给了这个尉迟恭一个警告，一个严厉的警告。意思就是说，你看，就是以前汉高祖就做过这样的事哦，这个，所以你要小心。那么后来呢，这个尉迟恭又和这个唐朝的一些大臣宰相吧，发生了这些一些矛盾。结果呢，他又被这个可以说排挤出了这个京城，然后他也出任这个外职。然后换句话说，他也出了京城嘛，所以也可以说是被这个降职了吧。然后呢，所以慢慢的也失去了这个太宗的这个信任吧。然后他也看透了这种官场的这种炎凉，然后所以他晚年呢，他就慢慢就开始对于这种仙术仙道这种仙术开始越来越有兴趣，笃信这种仙术。据说他16年的时间都不跟外人接触，他就这种去修炼这种仙术。所以说，这个尉迟恭他这样子的一种思想的这种变化，对这种可以说
窥基法师的不能说是没有一定的这种影响的。也就是看到尉迟恭他晚年整个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窥基法师也应该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再来第二点，就是为什么窥基法师会出家是受到一些影响。第二点，窥基法师9岁的时候丧母，所以可以说从小他就有一种没有这种医护的这种感受，而且接着他就处在一种别人的冷眼的这种对待当中，所以可以说从小他就看尽了各种这种世态的炎凉吧。所以他也对于整个世间的这种可以说功名利禄也好，对于世间的这种一切，他也升起了厌离之心。这个大概是第二点。再来第三点，就是可能头2点他可能想要出家，但是如果当时这个大环境没有办法的话，他也是无法出家的。所以当时的大环境是佛教很兴盛的情况。所以第3点就是当时的唐代就是中国佛教这个发展比较迅速的一个时代。尤其玄奘大师从印度这个游学回到长安之后，他积极的这个宣扬佛教，而且他非常注重这些佛教经典的翻译。再加上唐太宗、高宗还有武则天当时的这些皇帝们大力护持佛教，所以这些呢都是等等大环境等等，总之这些内外各种因缘都可能都是造就了窥基法师能够出家的一些助缘。所以之前说到这个玄奘大师勉强他出家的各种这种说法，可能都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这是我想补充一下。第一点就是三车和尚的说法是疑点重重的，是我们要再考据的。再来第二个是想说一个故事，有关窥基法师的故事，是《弥勒上生经》的一个因缘。这部经呢，在藏传佛教的这个丹珠尔当中也有收录。那么窥基大师呢，他不仅是这个释论的大师，就是各种论点，譬如说唯识宗、法相宗的很多论点，他有写很多注述，很多注释。之前有说到他是100部这个注释论主他不只是这样子注述论释的大师。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些迹象显示他也绝非凡人。也是一样，在接着《宋高僧传》当中还有记载了几则他的一些故事，所以在这里呢，和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么为什么要说他的这些故事？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样一位大师首先呢，第一个故事是讲述了窥基大师他怎么注释这个《弥勒上生经》的因缘。首先呢，是他在公元674年的时候，他游历了五台山。
他过去大概有去五台山1、2次吧。总之那一次去的时候，当时集众就僧俗二众有大概500多人，同时接着建立了寺院，而且塑造了许多佛像。特别呢，他还塑造了一尊这个弥勒佛像。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他亲手塑造了这尊佛像哦，但总之呢，他在前面，在这尊佛像前，他会每天领受这个菩萨戒而发愿。这部分故事我们后面会再讲到。总之呢，讲回来，他到了五台山，他之后就成为五台山著名的这样一位大师，而且呢，也成为在五台山弘扬法相宗的这样一位著名大师。所以在《宋高僧传》里面就这样一段记载，就是他到了五台山，然后登这个太行山这样的一个途中，然后他有一天呢，就留宿在一个古寺当中。那么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做了什么梦呢？梦见自己呢就身在一座大山的中间，然后在这个岩石下面就传来很多人、无数的人这个哭喊的声音。然后因为应该是因为是夜晚吧，总之在这样的幽暗之间呢，就听起来就分外的这种凄惨，这是不忍听闻的。这里面记载是这样子。所以于是呢，这个窥基就走过层层的山峰，然后就是总之四面八方呢都可以尽收眼底。这时候他就看到每一处都是这个琉璃色。然后这时候当他抬头仰望，接着看到有一座这个城池，就是有一座城，然后从城中就传出了声音说：这个法师啊，请留步。您来这里做什么呢？然后没过一会儿，就看到呢2位这个天人童子，就从这个城中呢走了出来，就问这个窥基大师说：您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山下那些这些苦难的这些最苦的众生？这时候窥基大师回答说：我只听到声音，我并没有真的看到他们，我看不到他们。于是这时候童子就给这个窥基一把剑，然后就说：你剖腹我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窥基呢就把自己的肚子呢就剖开了，就把那个剑把自己的肚子就剖开。那这时候就见到呢从他的肚子中就射出2道光芒。然后这个光呢就一路的映照到这个山下，那窥基也就清楚看到了无数的人呢正在受着极大的痛苦。同样这时候呢，这个2童子呢又回到了城中，然后回来又拿着两卷这个纸轴，还有一支笔，又给了这个窥基。
那窥基接过了这个纸笔之后，这时候他就从梦中呢就惊醒了过来。就是惊醒，有点像有时候我们做噩梦吧，就是会吓醒过来。他当时就这样这里记载，他惊醒了过来。那这时候呢，醒来的时候正是半夜。然后这时候他就往外看，就见到呢这个寺中呢某一处呢有这个光亮。不像现在啊，我们往外一看，到处都有电灯嘛。过去可是没有，到了晚上到处都黑暗一片嘛。所以呢，就很清楚，在晚上就会看到，哎，怎么会还有一处竟然还有光亮？而且这个光亮是一直亮着，是不灭的。所以呢，他就循着这个光的方向就找了过去。最后他发现那个亮着的光是什么呢？正是这个集卷，这个书卷。所以这不是梦中了，这时候他已经醒来了。然后这时候窥基大师就把那个书卷打开来了。过去这些经书是什么样呢？是书卷嘛，是卷起来的。所以他打开之后就看到了，这就是《弥勒上生经》。所以这时候他一转念，就想到了刚刚做的这个梦，就觉得呢，一定是这个弥勒菩萨为了要让他通达这个经中的义理，就是要他做这个注述，要解释。所以他就他就取来这个毛笔，准备要开始写作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从他的笔尖呢就掉落出舍利，有27颗舍利，然后每一颗这个舍利都好像这个 cherry 一样，就像樱桃那么大，然后是红色的，非常可爱。然后有27颗这样的舍利，然后呢又有像是玉米粒一样的这个黄色的舍利呢，那么接着又从这个应该是笔尖这里掉落下来。总之呢就这样子这就是窥基大师他撰写这个《弥勒上生经》的这个注释的这样一段因缘。那么这是有关他的第一段故事。那这里要补充一段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去五台山的时候，他见了许多佛像，他见了这个弥勒，还有文殊跟人形大小一样的这个佛像，好像是当时的头一尊吧，第一尊佛像，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有这样的说法听说。因为当时五台山是文殊的圣地。总之他因为是学习文士宗嘛，所以弥勒菩萨是唯识宗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尊菩萨，开宗的菩萨嘛，所以他特别在那边就塑造了这样子的弥勒菩萨的尊像。另外第二个故事是他跟道宣律师的一段故事。这故事第二个故事是道宣律师与天人这样的一段故事。那么这个道宣律师呢，是中国佛教里面中国佛教我们说有8宗，
那八宗里面呢，其中一个律宗，这个南山律宗就是的初祖，就是叫道宣律师。在前几堂课当中也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哦，就是在玄奘大师译场里面的其中一位助手。所以窥基大师其实他有见过道宣律师，应该有很多次的。所以这一段是他跟道宣律师的故事。所以总之，因为他是一位律师，戒律非常的清净，所以每天这里说他都有各个这些天王，应该是四大天王吧，派来的这些使者或者说执事会前来这个觐见，来向他禀告一些各种的杂事吧。那么某天呢，正好这个窥基大师来拜访这个道宣律师。那么这些天王派来的使者执事呢，也到了这个觐见的时间，但是呢，却一直都没有进来。那么，直到窥基大师离开之后呢，那么这些使者执事他们才出现，就是才去见道宣律师。于是呢，道宣律师就很责怪，就责备这些使者说：“哎，你们怎么迟到？你们怎么来晚了？”这时候，这些使者就回答说：“哦，因为刚才呢，有这样一位大菩萨在你这里。那这位大菩萨，他的身边呢，有太多这个护法，还有太多这些辅役随从了，所以我们的神通都使不出来了，可以说都被他这个遏制住了。所以呢，我们才来晚了。所以这里还有一个说法，也跟三只和尚呢有些关联。所以总之呢，三只和尚的说法也是疑点重重，就是总之道宣律师是非常注重戒律的，持戒精严。他对窥基大师是有些看法的，就是他觉得窥基大师被说成是这个三车和尚嘛，所以也是对他有些疑虑的。所以后来这些使者，就像这一段就说他是大菩萨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听说之后，道宣律师呢才真的对他是尊重跟重视的，有这样一个说法。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也跟之前说的三尺和尚也是有些关联吧。总之无论如何，这个道宣律师可以看到，他呢能够跟这些各种这些天神天王派来的使者执事是能够像人跟人见面一样的这样的说话的谈话的。但是当窥基大师来的时候，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也让他非常的惊讶。所以从上面几则故事，我们就不难看出，窥基大师呢，绝对是一位这个说他是大菩萨也好，是圣者也好，总之绝对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所以无论他在事业上也好，成就上也好，就是他都不是一个这个等闲之辈，他绝对是一位这样的殊胜的这样一个大师，一位大德。
同样的，在《宋高僧传》里面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窥基大师他一生呢都非常的勇猛精进，所以他在这个五台山呢造了这个弥勒像，然后他每天呢都在这个像前呢诵持菩萨戒一遍，然后都发愿能够未来往生，都率天。后来这尊佛像呢也闪闪发光，而且每个人都看到了。后来呢，窥基又在这个五台山呢，塑造了玉石这样材质的一个文殊菩萨像。所以，总之呢，后来也亲自抄写《般若经》等等，然后后来这个菩萨像呢也开始发光等等。好，就讲到这里，然后休息20分钟。当然呢，下面呀，가른 듯이 샤인 슈비나, 姑娘黑的是的，七六名南京。那么接着要讲的是，就是窥基大师他原籍还有后人对他的评价。大家俩呢，那么，总之呢，窥基大师他在永淳元年的时候，就是在公元682年，他在慈恩寺梵净院圆寂，享年是51岁。那他被这个安葬在玄奘大师的旁边。那么窥基生前呢，那弟子们就将他视为这个典范。那么就像是玄奘大师在世是一样的，就将他视为跟玄奘大师无二无别一般。那么玄奘大师从游历印度回来之后，那么在这个译经传法这个10几年，那么他门下的这个弟子呢，云集哦。那么之前也有提到有3000多人弟子。那么其中的这个可以说俊杰贤才哦，是如林一般的。那么同时他在慈恩寺当中呢，这个专事著作，然后弘扬瑜伽唯识之学的呢，而且光大
这个他的门庭的呢，就是窥基大师了。所以在《宋高僧传》里面就说，玄奘大师是瑜伽唯识开创的祖师，而窥基大师呢，是手闻数作的这个宗师。所以一位是祖师，一位是宗师。所以玄奘大师是祖师，这个窥基大师是宗师。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真的开创唯识宗的呢，我们会说是窥基大师，而玄奘大师呢，是将这个瑜伽的经典还有思想从印度带回来到中国的。但是真的建立起唯识宗的并不是玄奘大师，而是由窥基大师他将玄奘大师所讲述的很多这些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写成这样的笔记著述，然后建立起法相宗，也是开创了这样子的唯识宗的。所以他呢，我们说他是这个将士之家这样子的尉迟敬德的后人。然后同时是玄奘大师的门生所以可以说真的是出身将士之家的佛家的大将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特殊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可以说千年来只有他这么一位而已。那么所以后代的很多人对他是怎么赞叹的呢？在明代有4位著名的大师，有莲伯交藕这样的4位大师，一位是莲池朱宏，在第2位是伯，就是子伯真可，再来是交，就是全交憨山，再来是偶偶呢就是偶益秩序大师。所以明代的4位大师就是莲伯交藕这样4位。那其中呢，这个憨山德清，那这样4位大师4大禅宗大师在其中这位憨山德清他撰写了有一个自述自传的一个叫憨山老人梦游集。那么其中呢，就有一篇文章呢，就是叫做《窥基法师赞》。里面就有提到说，唯识幽宗一深且玄，唯识扬之，如日丽天，定从兜率，欲秉弥勒，不从中来，安知其觉。
니네 예바라 간데도 참배 총니 토발레 셴도 대에 가외니 지식에는 똑바른 교사로 진짜 지레샤 소설도 다들 나한테 가르쳐서나 넘리 잠아 샘잠배 那 出的这个大意是说呢，那么这样一个唯识宗，这样一个非常深奥的学说，就像是太阳悬于天上，这是窥基法师您所撰写的，您所弘扬的。当初呢，您一定是从兜率天，这个从弥勒菩萨处受得这样的法。就说这样一个深奥的法这么玄妙的法，都是有赖窥基法师的弘扬唯识宗才能像太阳一样悬于天上，这个万古长存。所以您当初一定是从兜率天，从弥勒菩萨所受，否则怎么可能知道其中的这样子的窍诀呢？所以这就是汉山大师他对于窥基大师的这样一个赞文。那么在前几堂课时候，我们有讲到这个成唯识论述记，就是窥基大师他为这个成唯识论所写的一个著述。那么当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窥基大师呢，他毕竟呢是唐代人所以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我们现在是2023年了，所以已经也有那是1340年前的这样的历史，所以有将近1000年了，1000多年。而且呢，他是玄奘大师身边的这样一位助手，他是比寿，他又是润文。所以窥基大师他的文采，他的文笔，他的文学这个造诣绝对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万里挑一的。因为要能够成为玄奘大师当时一场里面的助手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接下来也会讲到的，就是成唯识论述记的这个序文。这段这次会讲的序文呢，大概今天是没有办法讲到，但后天上课会提到。这里面的语言文字是非常的优美，非常的经典。但同时呢，这个也是这个中文古文，所以呢，在这个遣词用字上，这个措辞文法上，那么不是容易理解，而且更不是能够容易翻译的，甚至像是要我来说，要能够正确的念出这个发音都很不容易。别说是我了，甚至可能连一个这个汉族要把这个念出来，正确的发音念出来，可能都不容易。所以这次我不会完全的把它这个藏文的精确的翻出来，就不会对这个序言序文进行这个藏文的精确的直译，不会，
而是白话的进行解释和说明。当然，在这个 Keynote 投影上，我会把中文原文会贴出来。大其实啊，所以给空个在下边，那么这都这边这些个领据提个难点也不经过错误呢。因此，我们在讲解这段序言的时候如果想要很好的了解这里面的到底在讲些什么，就必须要参考一些其他的注释，才能够很好的了解。那么，所以主要的注释呢是有3部。大家眼就得学的，那么这么多这边这些个领西地高学的好了。这些个领西地里啊，这把做小送也不去，唐伯的卡在啥呢？这是有关它的序言的这个注释有3部，一个呢是唯识3术当中的一术就是成唯识论术超，作者呢是窥基的弟子叫灵泰。第二个呢是日本8世纪的法相宗的僧人叫善珠，日文叫做真珠，就是善珠。他所写的叫做《成唯识论述记》的序的释。再来第3个是90年代这个中国的学者叫罗实宪所写的成唯识论述记删注。那么这是比较近代了，所以内容是比较白话，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后天会开始进入到序言的讲解，所以主要参考的就是以上这3部这个解释。那么这3部参考的注释的作者，第一个呢就是灵泰。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找不到这个有关灵泰这位法师他的生平，那么只能知道他是唐代的一位僧人，而且可能是这个窥基大师的弟子。至于第2部注释的作者，也就是善珠，也就是日文叫 Zenju。那么他呢是8世纪的这样一位日本的僧人。那他具体的生平呢也是不详的，但是据传呢，他曾经拜访这个玄奘为师。那玄奘呢也是一位日本僧人，日文叫做 Genbo， 叫玄奘。然后依止他学习法相，就是唯识，还有这个英明。所以这位玄奘就是这位叫Genbo 这个玄奘，他是一位日本僧人同时呢，他也是这个智周的弟子。所以呢，从这个来看呢，他是玄奘大师的第5代法相宗的传人。所以这个传承就是玄奘大师传给了窥基，再来传给了慧沼，再来慧沼传给智周，再传给玄奘，然后之后这玄奘就是叫做日文叫 Genbo， 然后
玄仿之后，再传给了善珠。大意呢呀，善珠给玄仿那么的呢，当嘛看的学不的。那么，这位善珠法师呢，他究竟从他的老师玄仿法师那里学到了多少？从他的教导中得益了多少？因为这个讯息资讯比较少，所以很难确定。但是记载说，在天平6年，就是734年，这个玄仿从长安回到了日本的时候呢，据说他随身这位大师呢，他随身携带了经论5000余卷，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呢，我们可以推测说，玄仿还有这个善珠，他们当时这些僧人们这个所在的这个日本的寺院这个寺院呢就称为叫做兴福寺。日文叫做 Kofukuji， 这样一个兴福寺。所以从这样的记录可以推测，就是说当时他们在的那个寺院兴福寺当中呢，是拥有可以说最丰富的，可以说甚至最先进、最丰富的当时的这个中国的各种的典籍佛典。因为这里就记载说，当时他们从长安回到日本的时候，就带了经论5000余卷。所以换句话说，那里带回到日本的时候，兴福寺当中就收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佛典。所以呢，我们从善珠这位日本法师的注释书当中它里面就引用了中国的各种典籍，就里面有很多这些引用的各种的引文，那其中你都可以看到反映出各种当时8世纪的各种的这些文本的这些原貌。而且呢，其中很多这些引文呢，是现在是都已经看不到的这种叫散佚书的译文了。所以这些呢，都是对于我们说研究中国文献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料。虽然说善珠他并没有到中国留学过，但是呢，他是在当时这个日本最好的一个学术环境下可以说这个兴福寺学习，然后研究这些汉译的佛典。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善珠这位法师来说，他后来的这种著述是无疑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么最后要提到的这位作者是谁呢？他就是罗什县。那么就是之前提到序言在解释的时候第3个著述的作者罗什县，他是1914年出生的，
他是毕业于中山大学。他先是跟随这个宝镜法师听闻这个然后后来皈依了太虚大师。然后他广泛的学习了这个天台唯识还有中观的各种的学问。然后1965年他在香港创立了一个学会，叫做法相学会。那么后来呢，又到了这个北美弘扬唯识。然后1993年呢，在香港过世。那么明天是休息，后天会上课。那么后天会进入到序言。那我想这次大概序言也没有办法讲完，但是之前课程有谈到过，如果秋天有时间，可能会继续讲课。如果不多讲，花时间讲，那大概10年这个课也讲不完吧。所以想多花点时间，那么可能秋天也得开课吧。大家人不是这个字面着，大家人嘛是。那么今天就大概讲到这里。所以明天可以说是这个农历新年。지사를 투신 당기 양고 벼가 나로래네 지사 투신 당기들 용구도 용부 하셔 나로라 개방하면 벼잼비 겁이야 아니 버지 가자 다 벼잼비 거도 지 야나기다 가르스 가서 지디 버지 아직 야세게 남편버스 들이 송수를多那么赞普时代有一个人，他把这个可以说把这个汉族的历算带到了这个藏地，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后来有比较弘扬的是10轮的这个历法，所以总之呢，又加上了有包含了这个农历，就是所谓的阴历。总之，后来藏历当中就混了很多的不同的历法在里面。但我并不是很有学习过这个历法，所以我也没办法这个说得很清楚。所以总之，明天是这个农历新年，所以在这里要问候这个华人的所有的法友们。那之后我用中文自己说。明天是农历的新年嘛，明天是初一那今天是农历的大年30啊，所以呢，首先呢，祝愿各位新春快乐，万事吉祥然后这个即将过去的虎年似乎也是颇为坎坷的一年，可能不少人都经历了很多事情，有喜有忧这就是无常嘛事情不会总是按照我们预想安排的那样的发生，总是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充满的意外，有时候是惊喜，有时候是无奈。
那么今天正好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就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放下一切不幸、不愉快和不顺意，敞开心胸，自在坦然的迎接兔年。总之呢，在新的一年当中呢，祝愿大家健康顺遂，平安如意，新年快乐，扎西德勒啊，扎西德勒也说了啊，中文的发音了谢谢。다 들리는데 다 별이 들린 들어서 참想了这个面到什么程度？안녕히 고생을 많이 도시라。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放假，后天上课。